之前为咱乡亲报道过，新北市永和发生意外车祸，有一个骑奥多麦人为了要闪路边违规停车后空巴士，结果呢，甲外送员相压。这个外送人员连人带车倒伫涂骹河后壁，公车阵咧跌伫车骹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这个外送员的同事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真艰苦，上网络就写文章讲，原来这个外送人员本来是分析摄影师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才去兼差做外劳啊，做这个算去外送。 结果无想到讲发生意外，有一个太太加3个囡仔。拜二透早9点外，航空巴士违停伫红线，驾驶拄上车要驶，倒边的女骑士甲车速放慢，对伫后壁的外送员对倒边倒来，公车驾驶为倒边驶，要是闪袂过，外送员互跌伫公车下骹。 警消用千斤秤甲外送员救出来，不过送病院了，要是无救回来。同事听到消息发文章，原来伊原本是新娘衫的摄影师，因为疫情才来兼差做外送。三个囡仔的爸爸真客气，人真好，真打拼过日子，过去帮真侪新人留下上美好的回忆。想袂到因为意外甲带走。这时候应该都是在路上为了家人，上违停，然后要闪突然靠边的车。 外送员住的所在用台国拍囡仔的衫裤，三个囡仔的爸爸是规家伙仔的经济来源。即马一家之主雄雄过身，太太要是爱坚强，甲囡仔带咧，因为日子要是爱过落去。